Grano dostano us则的路迪瓦的慕田玉和巴拉哈基样，它是卡特莱西切兹马特沙的慕田玉路亚迪瓦的。跑铁路出克鲁努基那要瓦子的青坡的那那基，包基跑托拉那里基，太极拳功夫的了子亚特米那瓦拉里。努的 video 一 program 跑那那内卡里基吧，蒙个的太极拳功夫的阿尔马蒂塔里希迈拉斯和帕拉翁基杨德战士要在的太极拳功夫。Zabiat Ixaskru。乌斯哈格里杨德战的修理太极朋友们的太极拳功夫的他们的考乌鲁帕好开的，修来太极要达了萨达玛雅里奥 systematic 太极功夫他们的代，奥德鲁提亚的萨特鲁能达来 richtini mukawimat。太极 philosophy 不是么？不查鲁鲁巴胡基的太极拳无所不样的味。其实太极拳它只有400年的历史，而太极这个哲学，它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一种哲学思想。他认为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存在两面性，就如同有黑天、有白夜、有男有女。太极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让我们身体得健康，它的哲学思想就更好去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独立。了太极拳普拉塔，太极上含和太极功夫去上面的，能不然没的太极功夫的阿尔马蒂马拉斯的巴雷和帕拉翁克王星特拉拉的胡文的兰的太极上功夫他们领克来。它是建立在这个太极拳法的这个太极拳法功法，然后以及身法的基础之上呢，然后又融合了这个扇的这个扇子特点，然后形成的一套这个太极扇。太极扇呢，它的动作呢也是开合有序，然后张弛有度，也是刚柔并济的。蒙个跑课给太极拳太极上功夫他们的考来说，知道怎蒙个的把的那地方里土王的玩提亚的提亚的萨特鲁的帕拉德拉个他瓦拉的，的斯塔苏图鲁的黑鲁提亚和黑拉。